本身咧都以為呢個 podcast 嘅系列就唔會再搞啊，今年嘅1月、2月咧搞咗3-4集，咁啊突然間今日咧心血來潮想講多一集，咁今集內容咧其實係源自於前排同一個舊生食飯啦，咁佢就同我講翻，佢而家讀緊大學啦 Year 3，咁佢就同我講翻。佢當時咧讀 DSE 嘅時候 subscribe 咗 follow 咗嘅一啲補習班嘅 account 啊 YouTube 又好啊 Instagram 又好咧，都冇 unfollow 到啦，咁都有 keep 住 subscribe，咁就不斷咁收到呢班補習班嘅信息啦，嗰啲 IG post 啊廣告啊咁樣，咁包括我在內啦，佢都跟住 follow 緊我 IG 啦，咁佢就同我講，佢就問我，佢就突然間問咗一個好對我嚟講咧好當刻啦，好衝擊性嘅問題，都係好直接啊。即係有少少冒犯嘅感覺，直接就突然間咁樣問我係有啲錯愕㗎。佢就問啦，Tyler，你覺唔覺得你而家做緊嘅嘢好假咁樣？咁我其實當刻咧，我個世界係寧靜咗啊。佢 keep 住講嘢啦，但係其實我個腦袋咧係去咗第二度，就係去咗諗係唔係假咧？點解佢會話係咪？佢問我係咪假咧？佢覺唔覺得好假？佢就話。望翻而家脫離咗 DSE 之後咧，佢望翻 DSE 補習界嘅呢個行業咧，大多數咧都係散播焦慮、散播恐懼，利用製造問題嘅方式去令到學生覺得補習係必要嘅。咁就其實成個經濟嘅行業咧係透過恐懼嚟做營銷嘅。咁佢就問我，包括我自己在內啦，其他嘅補習佬啦，佢就問我覺唔覺得其實呢個行業係好 toxic 嘅，好毒性嘅。就係以一個負面嘅情緒勾起學生嘅負面情緒咧去揾錢。咁其實佢後面就講翻咧，其實佢唔係諗住攻擊我嘅，佢覺得我唔係嘅。咁但係當刻咧，其實我差唔多有5分鐘左右啦，我其實冇乜聽佢講嘢，淨係諗緊我係唔係咁。咁就令到我咧觸發咗一系列嘅思考，就諗我當初讀完書出嚟做嘢揀工作嘅時候，點解要揀補習？點解要做呢行？我成日都覺得咧，我有好多機會做商業化，我有好多機會去搞大啲，有好多機會賣多啲 course， 賺多啲錢，做多啲，收多啲學生，搞多啲 free course， 做多啲 giveaway 等等。但我都冇做。當中嘅原因咧，當然可能冇時間啦。但係其實有一個好大嘅考量咧，就係我唔想將補習過分商業化。當然一定嘅商業化咧係無可避免嘅，因為唔商業化唔會有人接觸到我。咁但係我嘅其中一個初衷就係我唔想令到教育淪為一個商業產品，即係我唔想學生上到嚟俾錢，我俾屋士俾片你，然後就一個 transaction， 咁就交易完成，我哋就拜拜咁樣。我唔想係咁樣，所以我一直以嚟教書個目標都係去影響生命。咁我就喺度諗緊我呢幾年或者呢幾個月或者呢幾個禮拜，甚至乎係有冇做到呢件事咧？其實咧，我每一日上堂咧，都會去觀察學生。可能你會以為我唔認得你啦。有時候喺彌敦道行過啊，喺樓下，可能你準備上同昌商業大廈上堂啦，我喺樓下咁準備食嘢咁樣，你行過可能見到我啦。其實我見到你，我係望緊你，等你望到我同你打招呼。但係好多學生咧會直行直過，其實我知道你見到我，但係我覺得你會認為我唔認得你啦。其實我係認得基本上每一個學生。我好中意喺上堂嘅時候咧望住大家講嘢，因為我好需要大家嘅注意力擺喺我度，先能夠繼續講我嚟緊要講嘅嘢。如果唔係，我覺得冇人聽咧，我就會覺得我就會好唔開心。點解大家唔專心？所以因為我有一個觀察學生嘅習慣啦，我就會好容易見到邊一啲學生有靈魂啊。喺我教學生涯中咧，其實一班有30個人啦、40個人啦，其實我相信裏面有20個人咧係冇靈魂嘅。嗰種冇靈魂咧，其實喺佢哋嘅眼神中係見到啊。你問任何一個考完 DSE 放完榜嘅考生，你問佢如果當初去翻9月開學、10月開學，你有啲咩唔同嘅行動？每一個人都會話我會勤力啲，我會背多啲 stand， 我會背多啲範文，我會問多啲問題，我會背多啲生字。每一個人都係講，如果當時係咁就好啦。而我相信呢一班學生，我所謂喺我眼中冇靈魂嘅學生，
去到下年考完 DSE，你都會係呢一班人，就係會後悔當初點解唔咁樣呢？有時間嘅時候點解唔咁樣呢？有精力嘅時候點解唔咁樣呢？好多後悔。而點解會話呢班學生冇靈魂呢？因為係能夠從大家嘅眼神見到啊，好多學生啦，或者唔一定學生，好多人呢，成個人生呢都係渾渾噩噩，冇靈魂、冇目標、冇野心咁過。呢件事咧，好可能係同你嘅原生家庭有相關影響，即係你嘅家庭。我覺得大多數冇喺我眼中咧，冇火冇野心嘅學生，最根本嘅問題係佢哋冇信心啊！佢哋覺得自己冇能力去做某件事，就算佢好想做嗰件事啦，佢會唔敢努力㗎，因為第一，努力可能驚冇回報；第二，我驚我努力完之後俾人見到我努力，啲人會笑我。所以為咗唔想俾人笑你，佢哋會寧願用一個好似知道晒看清塵世，然後盤劈嘅感覺，去扮晒唔想要嗰樣嘢，咁樣去過佢嘅成個中學生涯又好，過佢成個人生又好。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啊嘛，所以我拎唔到嗰樣嘢，我咪話嗰樣嘢唔重要咯。所以好多學生咧，其實我認為啦，冇野心或者冇火啊，冇嗰個唔係所謂嘅動力啊，係個心裏面冇嗰團火嘅原因，係因為根本佢哋就唔覺得自己有足夠嘅能力，同埋有足夠嘅信心去完成一啲佢好想要嘅嘢，所以佢就會利用一啲心理手法去說服自己，其實自己唔係好想要嗰樣嘢。但我相信每一個人，每一個學生，包括你嘅朋友。我可以肯定咁同大家講，我相信你哋每一個人心裏面都有一定會有一個目標，未必好實在，但係你可能甚至乎唔係目標，有啲嘢想做啊，一定有啊。好簡單，我今日起身，我想早啲翻屋企，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個目標嚟噶啦。你哋心裏面每一日、每一個禮拜、每一個月、每一年、每10年，應該都總有一啲目標啊。你如果覺得冇嘅，你滴啲問下自己，我唔相信你冇。可能係某種職業，可能係某一個聽起上嚟好白痴嘅夢想，甚至有啲學生話想去韓國參加男團做明星做偶像，可以噶，一定有啲嘢係想做嘅。而我相信大家嘅成長過程中呢，太經常俾負面情緒、負面意見影響大家，令到大家想行一個安全嘅路線，而就開始同你嘅理想、同你嘅夢想背離咗。夢想咧係唔會自己甩走嘅，夢想亦都唔會自己掉頭走。掉頭走嘅嗰個永遠都係你自己，係你自己背棄咗自己想做嘅嘢，係你自己拋低咗你自己心裏面嗰個目標。而當你拋得耐咗咧，當呢個目標離得你遠咗咧，你會習慣佢嘅唔存在，甚至乎你會覺得佢嘅存在係可笑。最悲慘嘅嗰一班人咧，就係佢哋會用笑呢啲咁樣嘅情緒去帶過佢哋嘅一啲，佢哋一啲唔自在，或者佢哋嘅一啲失敗，例如考試低分，可能英文科咁樣考完模好低分，佢哋就會好低分啊。其實呢一班學生就係最悲哀，因為佢哋連正視面對自己嘅無能都唔得，佢哋只能夠用笑一笑去帶過自己嘅無能，因為佢哋係連 come back， 即係佢哋連復卓嘅信心都冇，所以佢哋只能夠去笑，去同其他人講我係唔在意㗎。其實好可悲嘅，但我相信大家係在意㗎。如果你唔在意，你點會想遮過去啊？你點解會唔想俾人知你在意？你唔想俾人知你在意，咪就因為你在意咯。所以希望大家，我每一日上堂，每一個禮拜上堂，我都 keep 住，其實眼尾睄到一啲唔係專心上堂嘅學生。可能你過嚟上堂，我唔肯定你會唔會聽緊啦。你過嚟聽呢個 podcast 又好，你過嚟上堂，可能其實你過嚟上堂嘅決定唔係你做，可能係你屋企人叫你去做，你逼你去做，或者你可能覺得過嚟上我堂一個禮拜上一堂就會溫到書，就會進步到，令到你上堂嘅時候係心不在焉，令到你上堂嘅時候會講兩句就瞌眼瞓。我成日都覺得眼瞓係你允許自己嘅。如果真係好攰，我明白你可能會放 break 嘅時候瞌一瞌，或者甚至乎你係上堂嘅時候釣魚，OK 冇問題，因為真係會攰。我明白你由朝頭早6點起身，
一路搞到去夜晚8點鐘上堂，一定攰，冇人唔攰。但係點解你隔籬嗰個同你同樣嘅時間表唔攰？點解你特別攰嘅？係咪因為佢容易精神啲，你容易攰啲？唔係，係因為佢同緊佢嘅睡眠、佢嘅睡意對抗緊，而你冇咯。點解你冇對抗緊嘅？咪就係因為你根本就唔想，你根本就唔想對抗呢個睡意啊！你想俾呢個睡意征服你嘅精神，所以你咪瞓覺咯，你咪會瞌眼瞓咯，你咪會攰咯。隔籬嗰個點解唔攰？因為佢有火咯。嗰個火唔係所謂嘅動力啊，係心裏面眼神嗰個靈魂啊。所以有靈魂嘅人咧，做乜嘢都會好似睇到有動力咁。冇靈魂嘅人咧，就永遠都係揾緊動力，而動力只不過係個情緒，剎那間嘅一個情緒。今日有，聽日冇；聽日有，後日冇。我哋要嘅係靈魂，唔係一個動力。而嗰個靈魂嘅來源就係第一，首先你對自己有信心先。當你自己都冇信心俾自己，冇人對你有信心啊，冇人相信到你，你自己都唔信自己，咁邊個可以相信你啊？所以無論聽起上嚟有幾 ridiculous， 聽起上嚟有幾痴人說夢，你要 hold on to 你嘅嗰樣嘢，因為我覺得後生仔17、18歲唔痴人說夢，唔通到40歲先痴人說夢啊？你而家就係要頑固，就係要倔強，就係要戇鳩。而家唔戇鳩，其實就係扮緊唔戇鳩，其實即係戇鳩咯。我哋要嘅就係呢種不顧一切、傻更更咁望住一個睇起上嚟冇可能成功嘅目標去進發、去拼命，咁樣先叫做後生仔。唔好扮大個啦，唔好扮成熟，你冇必要喺呢個時間扮成熟。所以要有靈魂，第一步，首先你要對自己有信心先。第二樣嘢就要誠實面對自己，係唔係真係想躺平？係唔係真係唔想要嗰件事？抑或你係好想要嗰件事？但係你唔敢同人哋講你想，或者你唔敢努力，然後面對失敗。我哋試下唔好理咁多結果係點樣先，個過程令到你做得舒服，又拼過命，盡過力。20年後你望翻今日嘅而家你嘅自己，你覺得你呢一年嘅付出係值得嘅，係捱過、癲過、喊過、想針過、拼命過，你覺得你可以望住呢一年嘅經歷 J 嘅，好爽嘅，然後不斷晒命嘅。其實咁已經夠啦，所以大家做咩都好啦，溫書又好啊，英文科、數學科、中文科，成個 DSE 你要嘅其實係嗰個靈魂啊。希望大家可以面對自己，誠實咁面對自己，同埋就算你唔信自己，你對自己冇信心，希望你信我，信你啦。我相信你係一定做到嘅。如果你肯踏出第一步，因為你仲未嘗試過，你仲係未肯發掘自己100% 嘅能力，因為你仲係一直以嚟都係仲係驚緊失敗。如果你有一次唔驚失敗，我肯定嗰一次會成功，而嗰一次我希望係今次就係 DSE 嗰次。